一个月前，印度航空有无人机失事，拢总260人死亡。也航空事故调查局今嘛是公布初步的调查报告，讲这架无人机呢有2个营人咧加油，也无人机离开地面3秒，加油的开关煞去风切断去，也无人机无动力山下落来。 印度民航部的卡亚航空事故调查局针对印航177号班机空难所做的初步调查报告，指这架波音787梦幻客机2个引擎的燃油强行，伫第3秒了后马上被切断。驾驶舱通话记录听到一个技师问另外一个技师为什么将燃油切断，这技师回答伊无安尼做，随去燃油开关被切回正确的位置，引擎想要重新启动，毋过9秒了后就传出技师连续呼救。 免得的紧急求救信号，塔台控制员马上联络，毋过无回应。无人机失去动力了后，落伫阿莫达巴德机场附近的主题区，机顶241人罹难，地面有19人受牵连死亡。切断燃油，常常拢是无人机已经到机场登机口灭关引擎，尤其是拄到某一寡紧急状况才会做的代志。毋过报告当中无显示有任何这方面的紧急需要。 这份10部的报告当中无结论，但也表示调查还会继续进行。不过，真明显将焦点放在技术的行动顶端。这空难是波音梦幻客机启用以来第一架地面事故。报告指出，正副技师起飞进前健康状况一切正常，有组提出来检验样本也互人满意。这架客机11年机龄，事故发生前1年来有700多摆的飞行。公司新闻王慧文报道。